水唔落沟，也唔要温温熠熠，准备出去了。打做来出门，冲人讲嘅，做戏三少当去滚。做戏3年当一顿，总有一日会成功。看伊嘛加甜，好天坏天，命天恨天风太天。红样的香水免傻傻啊咧，走路去拼串情啊。三字爱汉地的水啊。有意识讲对厝外，就你不对来。天色暗暗，就无含连衣裳。路长短总也会穷样，因日爱思19点钟，两个大罐后，人大家倒大包，倒色茶就办做了。高速公路风跑上跑下，差就是伴奏家。三不四嘛，你的烦恼呐，烦啊烦到上呼吸，烦啊烦啊是烦到难打。明仔下开啦，木一百块，再度木水嘛会干去拼。明仔下开啦。林业根，下午加不药，爱困死啦。明仔下开啦，假使也包，50变用加槟榔，嘛喊啦。明仔下开啦，下面那都无卡，困睡加起啊早。严格说是从助手开始做的啦，在这一行已经十几年了，应该有15、16年以上的时间都在这个行业。我大概都11点半或12点出门，我会先去买个午餐跟饮料，然后去集货场，然后等我的母车叠好之后，然后我会把车子开去加油。加完油之后，我会回公司等我的子车连接完之后，我就会把它开到台北来。到台北就是把货下好，然后再接着后续的工作。后续的工作也不一定啊，就跑来跑去这样子。就把我们公司一整天所有的工作做完，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家。我从这边回到台北回到云林的话，平均都大概2、3点左右了，大概都2、3点，有时候比较早啦，早的话就1点多，也甚至有可能回去都5、6点了，早上5、6点这样子。我回到家的时候，小孩子都睡了，我出门要上班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去上学，所以基本上我们平常是没有再见面。古早干事不忍用心，后在也太火，濒临崩弄飞土发火，四轮八方防毒面具，默默歹道有害无法，有毒无害无门无疆，无笑无犯杀那始祖，杀敌骨头拄命那本希望。讲出差别说，体面啊那是初衷，含的腰寸开做，来摇三流。底下来求，我唔到一家，来撮条枪，还无好讨。明仔下困啦，明仔开，再动木水嘛，可以干伊拼。明仔下困啦，林也讲下不给不要，爱看是啦。明仔下困啦。要是要包把人给冰红，爱看是啦，明仔下开啦，下面那都不卡，
纯粹的记啊早。这个行业毕竟已经没有很多年轻人想做了，毕竟太辛苦了。然后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完全靠人力的，最辛苦的就是我们没有喊累的权利啊，也不能说想休息就休息啊，对，我们甚至连台风天都要开车载农产品到台北来，对，所以我们几乎是除了例假日之外，我们完全没有休息的。我刚刚那个便当其实放到事情做完空档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冷掉了，可是就是有的吃就好，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有时间吃饭就是好事了。偶尔开车会想到家人想想他们也比较不会那么累啊，就想看看他们吃饱了没啊，睡着了没啊，对啊，还是在学校过得好不好，对啊，毕竟很少时间陪小孩，对，他们常常会写一些小卡片给我，对啊，父亲节的话，还有一些节日，他们都会写一些小卡片给我，一天的疲累看到那个小卡片就再辛苦都值得。蛮爱家人的啦，只是很少在他们面前说出来，根本没有说出来过啊，都放在心里面。拼迄冲突也万事讲，几道卡天父全抹有，同出门记下尾，看戏相同。有意识讲，对宠爱正你无度，也色也暗，手无含念衣裳。我伫出门也跳歌曲最开始去访问到一个冲突火源的一个司机，嘛是希望用安尼精神，用安尼方式来写个真实的比较真实纪实的歌曲，做得去感动你。安多年的时间，我过后生的时间，一次伫请，一次伫问讲我倒在迄万年，我伫个沙飞上。起到用的 V 的，做用的角色，都会后来就伫面讲我做得为了他人其他人做得做一些乜嘅事情，嘛係希望講我嘅音樂有可能做一個平台，做一個橋梁，可能有嗰度人聽到嘅也條音樂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感動，伊可能自家會開始來關心，係呢自家來行動，犧牲來做一些事情，係呢。我当时候是因为参与了一个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叫做漂泊公站，他们长期在关注所谓的无家者，所以呢，他们进行为这些朋友做培力，包含教他们做这个木工的学习，还有家事造，让他们重新呢，也可以习得一技之长。我那时候在这个活动这个展览。您是一个社工工作者很多完整，我会还有同有两三个无家者来聊，一个很多老马，还有一个很多阿成。那今天很开心，其中一位朋友老马哥也有来到现场，那说实在，我心里面有一点紧张这样子，那等一下呢，大家就听看看我们这首歌在整个歌词还有整个歌曲的编排里面，放了很多就是包含
在这个现代社会啊，人跟人之间随着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可是呢，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跟关系却越来越冷，越来越遥远。好，我把这种感觉放到这首歌里面，好，听看看，只有牌。每年早晨上班上课嘅時節，自己嘅黑太嘅十字路口，起早嘅那輪台中嘅招牌，電從通道，年路過經過，馬嘅逢甲鐵軌，唔敢想，愛真愛。愛是連時光悠然到，風台當寒，日曬大涼，點鐘準備就來連續出汗。舞台聯角是老槍老上，電下結團，現實包來，高雅能來打聲。Hello， 好久不见。我帮你买饮料。哎呀，这个要恭喜你啊！恭喜我什么？恭喜我什么？你终于出柜了，什么终于出柜？对不对？出了 demo 2个月，出了专辑，你不给我，我满街追你，我跟你讲。开玩笑的。啊，所以你一样是做要1个小时休息，对，1可以个小时休息10分钟。你像我们这，我发的太顺的话，我就要小心的发。为什么？要不然到时候我们发完没得那个了。这边坐着等下班，你要来抽查。哎，那你今天好贼啊！他们开轿车来的，人有好几个，他有我知道，我干什么吃的。我们这个圈里都是这样，你不是正头，就是举报。那个干出工，你是省1、2会，但是我干了半年，我也存了8、9万。对，可是那很累嘛，身体很操吧？也不会很操了，不会，因为每天就是等下班而已。孩子绑着，你人不要乱跑就好。对，我是说做工地比较累啊。做工地还好啦。是啊，我们一没文凭，现在动不动就要证照什么的，而且年龄也到了，很多地方人家不用你。谁敢说游民不做工作？遍地都是，很多工作，你到处去看都是游民。我们不是不做工作，没有工作可以做。早咧思来思去，风电点下来，年啊行去行转，枪电夹夹，搁爱给时间重复，无彩就无痛。早咧思来思去，风电点下来，年啊行去行转，枪电夹夹，搁爱给生命重复。无彩就无痛，一彩就无分。本能无助，拉长年有。
下万下可能满茶都是热，伊也假，迄太假是愈客有气长的，哪能太重假广告招牌？一种种假差点打开，一站站假愈连点头，念念银行早说差点无情无限也说，紧来紧暗，无说无笑。无只无影，云飘阳山，也是黑霾。他这个是睡觉的时间是白天，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白天要睡在这里吗？其实是因为他说追影说他其实前一天他上了大夜班，他上到凌晨3点，他下班就骑着脚踏车路过这边，他觉得他太累了，他累到他觉得随便路边有个角落，甚至这个长椅，他倒头就可以好好的让他自己休息睡个觉。针对游民工作或不工作这个事情，他是一个长期的污名。可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会发现，有80%的游民，他们其实都是靠打零工在维持他们的生活。就是只要有工作机会，他们就会尽量去。像是比较底层的这种举牌的工作，我们可能就是路过，我们看到一个房地产的广告，可是其实你们很难想象，举牌的人他可能就是很辛苦的底层的这些劳动者，他们就是五楼不处。只能在公共空间里面生活，他们负担不起任何一个居住的空间。去年我们为了家当的议题，我们可能跟车站的朋友去车站那边有做过陈情。他们的家当经常被当作垃圾一样丢弃，就大家在那边抗议说我们的家当要被当作垃圾一样丢掉。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很多的社会支持的声音，可是其实同时你也会有听到很多人会有落井下石的声音，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是刁民，对啊，然后你们最好不要在车站啊，车站又不是你们家，有爱台湾的门面啊什么的，就是你有时候会感叹说这个包容力为什么会这么的小，可是其实反过来会是说这个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把它收纳好。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这些无漏不出的人，他可以把他的东西好的放好，而不是像大姐她到晚上很焦急的在找一个只是纸板而已，因为她没有纸板，她是没有办法睡觉。面向地下白，全化作穷游。出彩去也折旧，化作女神天波处，端庄去也摕章，变做公古招牌。出彩去也折旧，化作女神
往前付出。招牌，招牌，招牌，招牌。基本呢，我本来想同妹爱去唱，还有一个朋友阿成结果老的吉他转就冇唱到伊，有时间完整伊能会用安尼写纸条的方式，因为伊能每一个人的行李行李啦，会空伫个固定的位置，因为每一个人有数据，佢奇妙的一个方式。了解到一件事情特别车站是一个最多元、最多面向的一个地方，包括我头都讲的也就周边的也就无路较好贵，不过伊能就爱可能一个地方做得生活下去，除了也条人还有我伫个专辑底背嘛有写到的义工朋友也条朋友。伊呢呐，伫个伊能聊年的时间，大部分的迄拜日礼拜啦，就会来到安尼特别车站的车站大厅，伊呢会相约，约好的会伫这片，是东西是伊人这家家乡考试咧，有几摆爱咩有去这片去请爱认识朋友像曼达拉，有几摆爱咩伫个特别车站去请伊安尼。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做《异乡的梦》。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有几位印尼的朋友也有来到现场。好，那我今天这首歌呢特别邀请曼达拉一起上台跟我们演唱。好 ，please。Supriyanto datang dari Jawa Timur. Orang tua di kampung pelihara banyak sapi dan domba. Rian datang dari provinsi Jawa Barat. Kampung halamannya penuh dengan tanaman padi. Mereka telah tinggalkan kampung halamannya. 默默待在螺丝工厂，周休二日没有加班，只让头做手机荧幕加工，两班制，只有生病才能轮休。可以啦，担任家务工。固定每个周日可以排休，领大爷当帮佣，3个月只休1天找朋友，扣掉交通只剩下几个钟头。心里的梦，cita-cita在夜色之中还算够用。心里的梦，在汗水之中努力生活。心里的梦，在异乡工作有时寂寞还能承受，默默奋斗，慢慢追求。keluarga dan teman等我。曼达拉伊伫
台湾做的工作係伫咧做安尼矽利康吼，就嗰度嘅化學物質嘅東西啦。有時就會聽伊講啊，伊即間嘛吃到佢危險吼，嘅米線嘛佢唔好，毋過嘛冇辦法吧，因為伊嘅合約簽下伊就會3年啦，伊做起嚟伊就想去有機會吧，想去再去做其他嘅工作安尼。伊嘛有一些夢想，就講啊吼，伊來台灣吼，做些還有啲2年嘅時間，伊上安尼空中大學，還有去上安尼商業管理嘅課程。一次有一些想去進修吼，想去變啊更好、更強嘅一個想法，就講啊，做得幾到1年嘅吼，做得係第二年嘅沙期吼，做一些事情，用商業嘅方式吼，跟幾個社區吼。提升，所以其實聽到嘅我有幾大嘅感受啦，幾大嘅感觸。有時節嘛會面到講啊，係每個人自家吼，按幸福嘅生活環境，對人嚟講已經太平常嘅。人有時節嘛，填補係自家有一個發夢啦，吼，做夢嘅夢想嘅一個能力啦。心裡的夢，心里的梦，在异乡工作。心里的梦，在异乡工作，有时寂寞还能承受，默默奋斗，慢慢追求。等我。我的夢想是我希望以後我回越南，我可以蓋房子、買設施，還有娶老婆。我來台灣是想賺錢的，然後那個生活回去生活比較好一點了，可以買地了，可以幫助家庭了。我來這裡工作就想回去幫爸爸媽媽照顧弟弟。我的夢想是，在這裡學一些中文，然後回越南可以找比較好的工作，然後幫媽媽養一個妹妹，這樣。謝謝。Saya sangat senang sekali karena saya dikolaborasi satu lagu dengan YJ yaitu Senli Demong. Lalu kami ngerasa bangga jadi orang Indonesia pertama yang bisa kolaborasi dengan YJ. Lagu Laraku yang saya ciptakan, saya terinspirasi dari kasus Supriyanto yang menimpa ABK Indonesia yang meninggal di tengah laut karena dikeroyok sama teman-temannya satu kapal. Lalu saya ngerasa sebagai orang Indonesia sangat sedih sehingga saya ciptakan lagu itu untuk mengenang kasus Supriyanto. Ang 最先吼，迄嘛有伫報道吼，還有新聞看到，也像伫個遠洋吼，做些也得義工，本人打吼，本人虐待啊，因為都會2018年吼，都會安尼，人講啊獻推吼，自由嘅一個獻推，喺台灣用還會有安尼事情發生，免得來衝，自家去衝一條歌曲嘅時節，做得感受到一個曲吼，係佢悲傷嘅曲，有時節伊衝到佢激痛嘅時節吼，還會點目子，就因為安尼，有個做得去感受吼，伊對伊自家嘅同胞啊吼，自家嘅家鄉嘅
也就劳工嘅一种同理，还有一种沟通的感觉。 Aku ingin menangis sekerasnya meski tak ada yang mendengar. Aku ingin teriak sekerasnya meski tak ada yang mendengar. Sudah ku katakan pada bulan, sudah ku ceritakan pada bintang, tapi itu semua percuma. Hanya dia membisu. Aku ingin menangis sekerasnya meski tak ada yang mendengar. Aku ingin teriak sekerasnya meski tak ada yang mendengar. Aku ingin menangis. Aku ingin teriak. Aku ingin menangis. Aku ingin teriak. Aku ingin menangis. Oh, 谢谢。第时节拄好伫推动有一个很多美丽湾饭店吼三元湾的一个议题吼，故所以第时节就去拜访吼有苏州洋乡的安尼部落的族人的一个朋友吼，啊其中有一日就迄一个朋友伊啊亲戚就来讲啊串门子啊吼，了下去就是酒咩吼，啊就通伊讲。就讲起伊即家吼国后生的时节吼出海，吼去做安尼远洋渔船的工作。迄时节通到的有过村的甘肃啦，像安尼迄时节对来讲安尼含伫咧土司安尼变太风咧吼，所以也个反差吼对比就过大，那就受到过大震撼啦。还有伊就算2年3年当中的吼，规下到台湾吼，去伫安尼陆地上吼，安尼身份啊嘛，quite难想象啦。所以就有干安尼生命的吼故事哦写入歌曲安尼，最先写好一条歌曲的一个大纲吼，还有一个草稿。差不多就喺7年以前，过去7年过后，就正式的录音，都对开始写都写好，花了7年的时间，也7年的时间我嘛冇再读到阿副歌，
前一步有机会吼，我又再去亲伊吼，过月亲年吼，在拄到去感觉，其实够奇妙啊！就讲啊，其实按多年过去的，伊啊，可能问过几多的投入，吼，我嘛经过几多的事情，两个人有一些转变，吼，有一些成长。那个有一位叫那个廖万富的吗？廖万富有吗？在这里啊。让走啊。我是伟杰。啊，不过在拄到的时间吼，各种有几啊多7年以前，安尼一个暗部吼，两个人吼，伫安尼暗部吼，佮点亲吼。去你工作的地方，我一走进去的时候，你应该没有认出我。还没，无论倒数。像啊，啉伊是酒，吼，通伊讲故事的记住感觉，吼，佮单纯，吼，佮平静的迄种感觉啦，嘿。心上人，我难忘的心上人，记忆你可怜我这个渔夫在海上，一年又过了一年。一辈子都是在海上，想爸爸妈妈，也要掉眼泪；想家，也要掉眼泪。我的心故乡家，船长，我们什么时候回到台湾？就是这样唱的啦，在海上这首。我唱那个啦，上次讲你的故事好了啦，好不好？好，我想听。阿福哥那一天喝到半夜1、2点，2、3、2、1，喝到马拉桑有那么一点点。阿福哥笑一笑，说起了他的少年。那个时候才11岁，身材像个小不点。说起来功课还不差，但是每一天饿着肚子去上学，带的便当只有白饭一点点。这个少年有一天饿到不愿再上学，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赶快出去赚钱。他带着小小行囊，准备要大大闯荡。听人家说可以去高雄港出海跑船，搭上台东到高雄的火车，轰隆隆慢慢离开故乡。夜色初探，心里却充满希望，实在是不怕啦。那刚刚 Mandala 他所创作的这首歌的主角是渔工嘛？那非常特别的是，今天我们也有一位曾经从事远洋渔船工作的朋友有来到现场，是阿富哥，好，我们欢迎他。少年的爸妈离开了部落，赶去高雄港，四处打听，总算是找到了他。爸妈叫他赶快跟他们回家，
他说来不及了，合约签了，马上就要出港。他的爸妈站在港边，一句话都没讲，静静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啊。他跟爸妈说不要担心，他已经长大。出海以后他会打电话回家。哦，高雄港再会吧，今天要出港。看着码头的人啊，越来越遥远啦。哦，高雄港再会吧，这一次离开，心里怀抱着希望，看那天气晴朗。哦，高雄港再会吧，今天要远航。看着港边的爸妈慢慢的消失不见啦。哦，高雄港再会吧，下一次回来是2年后啦。等我啊，等我风光。我们7个人在排鱿鱼，有的都排，那个手都不动了，头都低低的不动手了，然后被船长骂，然后排完编好，睡觉的时间只剩2个小时，2个小时到了，你要起来开始钓鱿鱼，然后满又开始排鱿鱼，一直连续，都是这样。到外海的时候，没有看到地的时候，哭得很大声。我的船长一直给我安慰，你已经长大了，不要再哭了。虽然你出来赚钱，就不要哭，为了你的生活，就是要这样。哦，高雄港再会吧，今天要回家，心情实在复杂，码头是越来越远啦。哦，高雄港再会吧，也许会再回来，在多年以后吧。再会吧，远方海上的男孩。阿福哥那一天喝到半夜1、2点，喝3合1，喝到马拉桑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全黑上分给路，一片是陌路，一片又陌路。踮伫个14路口，看戏看来娘的又看唔上哦。爱在恁那戏又恁那转，咩人爱飞飞的哟。
便是陌路，左边的陌路，捌右边地的修路，捌左边又迄一条死路。各位喏，给后背喏，还有啊，给头前喏。哦吼，无问汉好，日文汉的又加古惨无。龙背后背运到眼望路，头前运到无头无路。北高一山又一山，头路头路，金马头路。北高一山又一山，头路头路，深命古深路，一片一片后背头前提来无路娘尾呀，你真是迄副有苦。我想要写一条陌路，一个题材吼，其实主要係我自家本身，有安尼感受，還有我聽到的嗰度嘅識自家吼嘅朋友，還有國後生嘅朋友，大部分就會講漂漂胖胖啦，唔多感想哦，個後來個以後嘅事情，所以我想要用一條歌曲，吼來記錄嘛係鼓勵吼。我哋之間係用我哋朋友，大家做得用個勇敢嘅方式，去行自家嘅路，唔係去服從我哋傳統嘅社會嘅價值，還有條件，以自家去表出自家新嘅方式、新嘅路。北高一山又一山，頭路頭路。金馬頭路，北高一山又一山，頭路頭路，前兩股前路，一片一片後背頭前提來無路娘尾呀，從走時就搭對呀些橋。我对我的未来很迷茫，反正现在就是工作就对了。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在这里工作服务让我觉得很值得。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快把我的2个孩子抚养长大。我来台湾是工作的，喜欢赚钱，想要买车买房。做这个大一半的警卫是为了白天方便照顾老母亲，只是能够平安过每一天这样子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梦想。眉目像10包水酒，一瞬只有一瞬福。好，可以。一片是陌路，一片又陌路，右边啊，左边啊，头前啊，后背啊，一块陌路。那是真身陌路，唔怕就行去，这个变成一条路哦。出海的第4天，阿富哥打电话回家，问说家里一切都还好吗？伊娜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默默泪流不说话。